澳門的士司機端，司機使用教程。如何下載司機端 APP？ 蘋果手機進入到 App Store 搜索澳門的士司機端，安卓手機進入到 Google Play 搜索澳門的士司機端，安裝下載後打開司機端，即可開始戶口登記。戶口資料登記，打開司機端 APP 或者點擊別人發送過來的登記鏈接，進入到咗側頁面，此處輸入手機號碼，無需加勾號。輸入完手機號碼後，點擊獲取驗證碼，輸入驗證碼後點立即加入，開始填寫資料。戶口登記需要準備身份證、駕駛執照、的士司機證以及車輛照片。從上到下，根據順序依次填寫資料，填寫完畢後點擊提交資料，等待審核即可。設置聽單模式，拆成功。登入司機端後，點擊模式設置，在此根據你想聽的訂單類型作出選擇，即時訂單，即將出發的訂單；預約訂單，預約在未來出發的訂單；即時訂單支持選擇接單模式，選擇搶單模式。有訂單來時，需要司機手動點擊接單；選擇指派模式，則來單時會直接指派，效率更高。工作車輛確認教程。開始工作前，請確認本次工作車輛。先點擊更多，進入到全部工具頁，再點擊車輛管理，查看當前工作車輛。此處可看到當前設置好的接單車輛車牌信息。如果當前真實駕駛的車輛跟現實的接單車輛信息不符，可點擊添加車輛，填寫當前真實駕駛的車輛信息。添加車輛，填寫完車輛信息後，為了避免司機惡意用車輛信息，需要等待平台審核本次添加的車輛資料。審核通過後，即可點擊設為接單車輛。點擊後，即工作車輛修改成功。現在你就可以點擊點樣接單，開始聽單了。訂單流程說明：來線時，司機端會播報訂單信息。如果對訂單滿意，可以點擊搶單。特別說明：如果開啟指派模式，無需點擊搶單，系統自動匹配。如搶單成功或直接指派後，可以看到乘客位置及上車點位置。此時你可以按系統的導航行駛去接乘客。如果已到達乘客上車點，需要向右滑動到達上車點按鈕。此時可以耐心等待乘客上車。如乘客已上車，需要滑動乘客已上車按鈕開始行程。此時系統將自動開啟終點導航，可駕車前往終點。到達終點後，滑動到達目的地按鈕，進入費用填寫頁面。在此填寫米表上顯示的行程費金額。如產生附加費，在此點擊新增，添加經過特殊路線的費用，以及行李費等附加費。如果乘客無法線上支付，線下已向你完成支付，可點擊該按鈕結束訂單。如果乘客可以線上支付，滑動下方收款按鈕完成收款。訂單到此結束，後續等待乘客支付即可。